大唐的视线呀！我又泼了墨水，砸毁书案，回去烧了书房，从此以后封笔了。啊，封笔了都！今天我老程要宴请王子豪，大伙儿都精神点啊，千万不能慢待了他啊！精神点啊！侯爷，哎呦，子豪啊！哎，坐。我程爷请，程爷请。爷爷，我呢？你呀，子豪啊，哎，离这个比赛还有3个多月了，非常紧张和辛苦啊！我听说你这个教练员不简单呐，你还有很多他娘的新理念啊，什么下地传中啊，包抄到位啊，还有这个80米远射啊！我问你啊，这80米远射是这个武穆遗书里说的吗？对啊，为了当好这个教练，我特意回家又重新翻阅了一下。这些蠢材给你添麻烦了。应该的。啊，其实这个80米远射虽然是玄妙的一招，可是现在这个条件实施起来有点难度啊。哦，是不是这些蠢货没有天赋啊？有没有？程爷爷教导的人都是出类拔萃啊。问题不是出在人上，而是出在这个球上。啊，这球，这可是当今最好的球啊！啊，对呀，球是好球没得说啊，无论是从款式还是做工，关键是出在这个制作材料上。这几天呢，我也留意了一下，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球啊，都是用这个毛纤制成的，里面是死芯儿的。这个球呢，虽然球员们可以足不离球，球不离足，可是，这个球踢不高，踢不远，无法施展啊。这个蹴鞠不就是这样吗？这个蹴鞠是这样，可是这个足球就不一样了。子豪啊，你这足球又为何物啊？这个问得好啊！这个足球呢，就是蹴鞠的升级版。足球外面是皮，里面是囊，囊里边充的是气，这样呢，它踢起来又有弹性又结实，踢到人身上又不疼。哎，这好啊！哪天拿过来让爷爷看看。如果好的话呀，咱们就踢他。爷爷莫急，爷爷莫急。这个足球我是一定要做的，可是就目前的条件来说，我还得再回家研究研究。哎，子豪，你还研究个啥子？你只要说话啊，有需要什么你就说。长安城有的是能工巧匠，只要我爷爷一句话，全把来给你打下手。哎，好了，闲话少说了，咱们先吃着喝着啊！来，好啊，我先敬你一杯啊！我敬爷爷，我敬爷爷。二娘子，快，跟我去拴马车接人去。来，大伙儿吃着喝着啊！来，再干一杯，咱爷俩有缘呐！哎呀，回国公，回小侯爷，侯爷府的马车来了，说是要接您回去。啊，爷爷，我这次真的得先回去了，我也不能让我夫人一直在家等着我呀。子豪说：“惧内呀，惧内呀！”得了，爷爷呀，成全你啊！去吧。哎，谢谢爷爷，告辞。这小子呀，怎么看都不像大唐的人。宝轮金地压人寰，独坐苍冥起玉关。夫人，适龄诗会有何心得呀？夫君，我现在还晕晕乎乎的，你跟我说那个题同符，真的是妾身写的吗？真的是你做的呀？版权这种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哎，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自从我失忆之后，一直都没有见过老丈人，我都快忘了他长什么样了。
家父身份微贱，不劳烦夫君挂念。你怎么能这么说你爹呢？我今天呢，听德昭兄说，长安城的王孙贵族和商贾们相互勾结，又听钱叔说我老丈人有点困难，所以我就想了一招，能让我老丈人东山再起。什么妙招？合作经商。合作？你堂堂一小侯爷，怎么能做小买卖呢？哎呀，不是，你听我说，咱们不是有那个九花玉露的配方吗？这配方是我的，是夫君给我的，我谁都不给。你老子你也不给啊？什么是老子啊？反正我谁都不给。你老子就是你爹，我老丈人。那也不给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这个九花玉露的配方，少下几味药，一样可以达到驱蚊的效果。如果咱们能把这个药放在我老丈人那个药房里出售，那肯定是财源滚滚的好生意啊！招秘方下药的时候，不用外人，都用咱们自己人。自己人？谁啊？那如果能发财的话，咱们就能把云家庄的地全部买过了。云家庄？你不是说云家庄惦记我们家田产吗？你怎么还惦记起人家田产呢？那要看咱们能不能发财呀！哎呀，夫君，你小声点儿。你轻点儿。哎呀，二女在听前歌。哎呀，我早知道了。二女，你别磨蹭了，赶紧进来了。我知道你在外面。哎呀，知道他头对你还乱叫。这丫头肯定在屋里掐时间呢，装作赶过来的样子。老爷夫人，二女啊，刚才你可都听见了？真的没听见？外面闻的是不是很多呀？不多，你看你脖子上咬的那个大包。听见就听见了，我又没说什么。叫你进来有2件事：第一，以后在门口偷听的时候，别吃瓜子儿，吃桂花糕，一嗑瓜子吵的人晚上睡不着觉。第二，你的按摩手法比夫人的好太多了。一会儿你来过来给我按啊，用我教给你的泰式按摩法，记得吗？哎呀哎呀呀呀！让你嫌弃我，哎呀，哥就别掐了，我跟你说，二女的按摩手法真不是盖的，不信你也试试。二女啊，今天你先给夫人按啊。夫人，请。程小公爷早。嗯。还别说啊，子豪这主意真好，门中这么一弄啊，开关门连个吱吱呀的声音都没有。想和你比武？摸我屁股？想和你比武？